來繼續來看台中的南區有大貨車，因為四線死角，弄到一台騎機車收載的母仔囝。這個媽媽載着4、5歲後生，連人帶車摔倒在地，這媽媽疼甲爬袂起來。後生摔落了後的第一個反應是趕緊爬起來，真着急走到媽媽邊仔，關心着媽媽的傷勢，讓眾人看到真感動。是去翕到穿粉紅仔色秀髮的媽媽，騎車載差不多4、5歲後生停佇路邊，等別台車駛過，雄雄一台藍色大台貨車駛來，弄到母仔囝，佮弄到停佇咧路邊的轎車。坐佇咧奧多拜的母仔囝卻弄倒在地，倒佇咧塗骹的媽媽疼甲爬袂起來，囡仔走去媽媽的邊仔，哭來關心媽媽的傷勢。看到媽媽一直爬袂起來，強要驚死啊！機車托運。經過民眾看到，攏真唔甘，趕緊回過來鬥相共。閣有兩位查甫人看到囡仔真着急，趕緊甲伊抱起來安踏。代志就發生佇咧18號下晡的3點外，台中南區的這一條路。廖姓男子駕駛一大貨車與路邊停等由張姓女子騎乘的古重機碰撞，造成張女與其負載的乘客受傷。警察調查大台貨車駕駛和騎車的媽媽攏無酒駕，大台貨車駕駛敢若是因為四線死角，無細力弄到母仔囝，閣互另外2台車掃到風台尾，加在媽媽敢若骹手挫傷，送到病院了後就無啥大代志呀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